根據婚姻條例，締結嘅婚姻咧係莊嚴有約束力，喺法律上係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，不容他人介入。因此，阮振邦先生、韋子深小姐，你哋嘅婚禮雖然冇話有世俗或者宗教儀式，但係你喺本人同埋在場賓客面前表示以對方為配偶並簽字作實，就會成為合法嘅夫妻㗎啦。咁我相信兩位都明白㗎啦。諗住老婆啊喂！依家我好重要嘅問題係問朋友嚟㗎。阮振邦先生，你願意娶韋志深小姐為你合法妻子嗎？我願意。韋子深小姐，你願意嫁阮振邦先生為你合法丈夫嗎？我願意。好啦，雙方願意，雙方對對方許下承諾，咁既然俾你哋把口啦，就俾佢哋發誓。現在有請對新人宣讀誓詞。